各位老友，我諗你點都諗唔到咧，老我今日點樣過我嘅呢一日啦。朝早起身咧，就係準備同阿方展博啊，同埋高手高手錄呢個英倫 low T 嘅時候咧，竟然大停電，成個住宅嘅呢一個嘅區域咧，全區大停電，咁啊搞咗我咧成2粒鐘之後咧，至可以恢復嘅電力。咁啊又同阿高手同埋阿方展博一齊錄呢一個嘅英倫 low T。錄完影之後，咁你都知道啦老我嘅一個嘅手提電話就俾人哋一隻 cut 咗單，係嘛？咁啊即刻又要快脆去開台，咁啊加拿大嘅效率咧，真係大家真係想像唔到啊！哇，好厲害㗎，快過呢一個嘅蝸牛，就僅次於呢一個嘅烏龜。咁啊當然啦，搞到嚟咧，我真係已經咧就係真係人仰馬翻攰到甩碌咁滯啦。咁所以喺咁嘅情況之下咧，我今日咧就直情虛脫。咁我啱啱咧就做完呢一個嘅英倫 low T 嘅呢一個嘅後期。咁由於時間嘅關係咧，第2集嘅英倫 low T 咧就要等到咧就聽朝至可以咧同大家一齊去錄影。講 Morning Glory 咧，我就想同大家咧就請過一個嘅少少嘅假，就褪到去星期3嘅晚上嘅11點，老我週3晚上和你 live。咁夜晚先同大家咧就係做節目。朝頭早咧就真係要停一停唞一唞啦，因為要預翻啲時間出嚟做英倫 low T。今個星期第2集嘅呢一個嘅後期。咁